今日呢條片咧緊貼財經嘅熱話啦，金價咧已經升到咧從2400每盎司衝到而家4500喎。咁啊高位入貨，仲有冇肉食咧？今日請到我哋團隊嘅雙料專家、前投行分析員、銀行嘅 RM 高 Sir 同大家咧拆解金價狂升嘅秘密，仲有預測埋咧2026年嘅金價走勢喎。開始前立即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最近埋個鈴鈴，咁啊第一時間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新片噶啦。嗱，首先咧有個重磅嘅喜訊同大家講下報下喜啦。4個月前我同阿高 Sir 咧就預測金價啦，黃金咧已經衝上咧，當其時係3500每盎司啦，到而家今日咧2025年12月29號，金價咧已經飆升到4500盎司喎嚇，咁啊足足咧升咗接近30%㗎，4個半月賺30%，你話係咪神預測？我自己咧都係受惠之一啦，因為咧我錄完嗰條片咧，我自己咧就將啲基金轉咗做黃金嘅基金啦。嗱，今日啦高 Sir 咧同大家傾傾咧黃金呢個熱門嘅話題，高位追唔追？點樣部署？全程講晒啲乾貨俾大家聽。嗱，高 Sir 大家咧想知道咧點解2024年嘅開始啦，金價咧一路會狂飆，咁啊由2400升到咧4500。嗱，除咗經濟差之外啦，仲有冇啲核心嘅原因呢？呢個升勢啦，咁啊央行嘅買盤咧係佔咗絕對嘅主力啦。咁要講明點解咧央行到依家先大手掃貨咧，咁就要睇翻歷史啊。咁啊2000年啦，科網爆破，08年金融海嘯啦，咁各國咧去應對佢自己經濟下行同埋高失業率啦，咁第一招就係減息啦，咁之後仲發明咗呢個量化寬鬆咧，簡單講就係印錢救經濟。咁後嚟啦，去到18年同埋20年疫情啦，都係用翻呢一招去做，咁但係副作用咧就相當明顯啦。各國咧其實持有好大部分美債嘅，咁美國一減息印錢啦，增發債券咧，美元就會貶值啊，直接沖淡啦，同埋剝削啲其他國家嘅資產。聽嚟咧好似黃金已經變成首選啦。之前咧又唔見央行咁樣瘋狂買喎。嗱，其實各國咧自己咧都有自己嘅經濟問題啦，需要印錢去救經濟嘅。咁但係喺美國帶頭印錢嘅情況下咧，咁其實佢國家自己再印呢個成本係高啦，咁然後刺激嘅效率係低嘅。咁黃金咧就變咗喺經濟下行啦，準備印錢嘅時候咧最穩陣保值資產嘅手段啦。不過講明黃金咧本身係冇息收嘅，咁仲有存放嘅成本啦。咁其實長揸黃金咧，其實好難去賺取呢個資本嘅收益。咁由08年啦去到2019年啦，咁金價咧都係由700啦係升到係1600美金嘅，咁相對個升幅咧比到而家係相對溫和。原來係咁解啦。咁近期咧又再次急升喎，又係邊個喺背後推手呢？咁啊急升嘅原因咧，主要係最近年嚟發展中國家係帶頭炒起啦，喺印錢嘅方案度偷師啦。咁經濟停滯嘅時候咧就印錢，但係今次咧就唔再買美債啦，轉去買黃金。咁近年啦，除咗俄羅斯、中國、印度、土耳其呢啲大國之後咧，烏茲別克啦、哈薩克呢啲發展中國家咧，都係開始瘋狂掃貨嘅。波蘭啦，相對係一個發展嘅國家啦，喺2425年啦，成為買黃金嘅頭號買家。咁聽到咁樣好似咧一本萬利喎，咁啊瘋狂咁買金，其實有冇啲咩副作用嘅咧？副作用當然有啦，咁而且係好犀利啦。咁你見啲發展中嘅國家啦，其實個貨幣咧係對美金咧係喺呢5年係急速下跌嘅。咁攞土耳其為例啦，土耳其里拉啦喺呢5年係貶值咗82%啊。咁啊係5年前嘅1蚊啦，係等於而家5蚊。咁呢個就係印錢買金嘅後遺症啦。咁一邊印錢去推高金價啦，咁金價越高，我變咗要印更加多嘅錢去買，咁個貨幣貶值咧就越嚴重。咁最大嘅受害者就係當地嘅百姓啦。咁呢啲財富嘅作弊模式啦，咁淨係喺人民啦對呢個政府決策影響力比較低嘅國家先做到啊。發達國家係冇可能嘅，咁啊可能執行到一半咧就俾人民選換屆噶啦。嗱，講到呢度咧，大家最關心梗係2026年金價咧仲有冇得升啦？而家咧每盎司就4500美金啦。仲可唔可以睇好先？先講結論啦，咁其實長線咧都係向好啦，咁仲有升幅嘅，咁但係就唔會好似今年咁升幅咁犀利啦。咁要睇咧就係頭先講到啦，兩大需求能唔能夠持續。咁第一點啦，央行嘅買盤啦，
咁例如發展國家波蘭儲備咧，黃金儲備係相對比較低嘅，喺24、25年已經超前部署啦。黃金嘅儲備咧由2成去到3成嘅。咁日本啊、英國、荷蘭呢啲發達國家啦嘅儲備咧，而家係比德國啦同埋法國係低好多。咁喺26年咧，好大機會去跟風去買入啦。咁呢一部分會繼續撐住個金價。第二部分啦，發展中國家嘅購買力啦，其實已經係見頂嘅喎。喺新聞都見到啦，除咗黃金啦、白銀啦，甚至保值能力比較低嘅黃銅都被炒高。咁其實證明呢啲國家其實開始冇購買力啊，要買替代品去做。咁所以對於黃金嘅購買力會減弱啦。綜合嚟睇啦，26年嘅金價咧，咁大概我哋認為係大概2成嘅升幅啦。咁遠唔及今年7成嘅升勢嘅。咁各大嘅機構咧，目標都係睇咧每盎司係5500蚊美金。哇！咁5500，我應該繼續 keep 住啲黃金啦。咁如果咧覺得咧呢個現貨金太高咯，有唔想高追咧，仲有冇其他嘅方法可以賺錢咧？咁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啲金礦嘅股啦。咁其實金礦嘅公司咧，除咗耳熟能詳嘅老普黃金啊、紫金礦業咁樣啦。咁今年全球咧大部分金礦股嘅升幅咧係超過100%。咁關鍵係咧金礦股咧嘅升跌週期咧係比現貨金係比較滯後嘅。咁大概1至3個月到啦。咁但係長遠嘅升幅咧係比現貨金高嘅。咁如果覺得現貨金嘅水位唔夠多啦，咁不如都嘗試配置一啲金礦股啦，去分散風險之餘咧，咁買金礦嘅基金咧係更加穩陣嘅。咁啲基金係分散去投資世界各地唔同嘅金礦股啦。咁就算某個地區嘅產量增加咧，你一樣都可以捕捉到。咁而且今年咧基金嘅表現咧係跑贏現貨金之餘咧，個波幅咧比現貨金係低嘅。收到晒啦，高 Sir 呢啲重點。咁啊，其實咧好多朋友仔都想玩黃金啦，但係咧又驚高位入市去接貨啦。咁啊揀錯標的咧，咁啊唔使驚嘅。咁如果啦想專人幫你啦，整合一啲黃金相關嘅投資組合啦，同埋跟貼嘅市況調整策略咧，我哋咧都可以提供免費嘅諮詢俾大家嘅。咁好簡單嘅啫，係點擊下面 InfoBox 嘅連結，或者 WhatsApp 我哋91060898。咁啊逢星期一、星期五咧，我哋10點到11點，我哋都可以咧免費提供1對1嘅諮詢俾大家。最後啦，戴翻個頭盔，以上嘅內容僅供參考，並非銷售嘅建議。咁啊有問題記得留言區度留言，我哋下集咧再同大家解答嘅。今日嘅分享咧係咪好實用咧？咁啊記得 CLS 呢條片俾其他朋友仔知多啲，一齊學識點樣揀基金啦，一齊賺多啲錢啦！訂閱我哋呢個 channel 喎，仲要撳埋個鈴鈴啦。下集咧理財乾貨，再同大家一齊去探討下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